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11月14号。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費。正好雙11已經過去了。這個雙11各大電商平台他們的戰績實際上也能部分的反映出咱們目前消費的一個現狀。聯合早報今天刊登一篇文章，叫《僅京東發布雙11戰報，中國電商平台淡化銷售額比拼》。他文章說中國消費增速連續4個月放緩之際，年度最大購物節網購節雙11交易額戰報再次難產。中國媒體對雙11的關注也從銷售數據轉向圍繞回歸理性消費、電商平台提質轉型等討論。實際上這個跟我們刺激消費、拉動消費、拉動內需顯然有點不協調。長達1個多月的雙11購物節星期三落下帷幕。不過今年在11月11日24時過後，第一時間發布戰報的電商平台僅京東一家。實際上今年這個雙11，以我的觀察來看，網絡熱度、關注度可以說是一年比一年差。還有人在討論雙11嗎？這裡面有很多原因一方面是跟大家捂緊褲腰帶勒緊褲腰帶、捂緊錢包有直接關係。還有一個呢，就是電商平台這些玩法早就被消費者厭惡或者叫不感冒。這個所謂的雙11還能堅持多長時間都是個謎呀。京東星期四臨時公布，今年雙11京東交易額再創新高，下單用戶增長40%，訂單量增長60%，搞得好像全國人民都在京東下單了一樣。這些數字真假難辨，因為解釋權歸他自己，統計口徑也歸他。在京東傳統優勢品類電子產品方面，手機新品成交額同比增長超4倍，人工智能平板和大屏 AI 手機成交額分別同比增長200%和150%。海外市場方面，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成交額與訂單量均實現同比超100%增長。儘管披露訂單量增速，但京東未公布商品交易總額，就是 GMV 這也是中國電商平台連續第4年不披露 GMV 數據，說白了就是報喜不報憂這個 GMV 數據一公布的話，恐怕馬上就會露餡露出別的問題出來，有人就會算出人均客單價、UP值等等，這不就麻煩了嗎？阿里巴巴旗下的電商平台淘寶和天貓今天將雙11促銷期延長至11月14日，暫未公布截至11日的銷售數據。其他主要電商平台拼多多、抖音電商以及今年新入局的小紅書電商等也未披露截至11日的銷售數據。不過，數據分析機構易觀分析星期四一份報告指出，包括淘寶、天貓、京東、拼多多、抖音、快手在內，今年雙11全周期成交額同比增長10%。根據數據機構星圖數據統計，去年中國雙11累計銷售額達到1.44萬億人民幣，約占去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1.07%。對於今年雙11表現，每日經濟新聞星期四發文稱，雙11走入第17年，早已褪去狂熱與躁動，轉向理性消費的主基調。口袋決定了我們不得不理性人民日報則結合今年官方的反內卷舉措，發評論稱，平台要獲得資本青睞，應從量的擴張向質的提升。人民日報就是高質量低質量對吧？這個雙11低質量的減少了，高質量的增加了。學者說中國電商平台今年更重視消費結構優化。中國經濟學者龐和林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說中國10月通脹率有所改善，一方面是由於國慶和中秋長假，另一方面是因為雙11的購物節。這個國慶和中秋長假從哪兒說起呢？人均消費114，這是改善啥呢？回到了10年前呢。另一方面是因為雙11購物節，雙11與通脹率回暖同步，說明今年商家沒有單純靠降價來獲得消費者。你看看這專家這簡直是兩張嘴想怎麼說怎麼說，賣不動。他說商家沒降價商家這個不是靠內卷，不是靠單純降價，反正也賣不動。龐
楊和林指出啊，說中國電商平台今年更重視消費結構優化，而不是消費規模，也逐步弱化了內卷競爭的烈度，顯示今年雙11促銷比往年質量更高。所以人民日報發明了高質量低質量，這個確實啊能解釋一切。下次啊這個小孩考試對吧，考了50分，回家也可以跟家長說啊，不要看我只考了50分，但是我高質量的分增加了，對吧？低質量的減少了。官方數據顯示，10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同比上漲 0.2%， 結束連續2個月同比負增長，但仍處於低位，且遠低於官方設定的 2% 通脹目標。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自5月以來同比增速逐漸放緩，9月至 3%。日本創價大學教授林大偉受訪時指出，今年中國商家依舊延續折扣、促銷和直播帶貨等形式，但消費者整體处於理性，這既與中國国內消費者信心缺乏、傾向增加儲蓄有關，也與國內外環境有關。我覺得這個外國的專家說的話顯然啊更符合實際。他說啊，中國經濟降溫也與全球經濟特徵相呼應，全球經濟正持續受到貿易戰和多重危機的衝擊。這個日本的創價大學教授林大偉啊，顯然還是沒有領悟到什麼叫高質量，什麼叫低質量。这個雙11這種人造的人為的購物節，在目前消費降級的情況下，在大家不消費，對吧？內緊虧壓的情況下，它毫無意義，毫無用處。這個電商平台的這些手法，對吧？比如說憋單，從10月份就開始雙11了，以往雙11是1天，對吧？或者是1個禮拜，現在雙11是1個月，甚至2個月都叫雙11。而且它那些什麼促銷優惠，先漲價，然後再優惠，再降價，對吧？然後那些五花八門的那些購物券、優惠券，滿多少減多少，那些東西已經被消費者所诟病拋棄。這還不算啊，實際上電商平台上面以次充好垃圾滿天飛，3無產品，質量沒有保證，割韭菜，對吧？在那兒做廣告，直播賣的是 A 貨，是 A， 但是給你發的是 B， 這個都是叫業內叫潛規則，或者叫不是潛規則，而是公開的。本來拼多多搞了一個叫什麼僅退款，這個還有點用，對吧？對這些電商亂象起點作用。但是後來，對吧？因為在這個騙子橫生的地方你這麼整不行，騙子沒飯吃，騙子一投訴一集體，居然把僅退款這個還給扼殺了。這就是真正的劣幣逐良幣。這個不是咱們瞎說有視頻為證呢。我們的直播帶貨，消費者叫無可奈何，沒辦法。本來是僅退款的話，那我要求退款，对吧？你給我發的什麼垃圾啊？現在給你退貨，你還得麻煩，對吧？你還得叫快遞，又是這個號那個號的，然後也給他包裝，也給他再退回去。而且這個退的過程中現在也不是那麼愉快，所以有很多人就懶得退，很多人不知道。最近一個視頻不知道真假，說的是那個扇耳光大賽那個組織者叫白大拿呀，他把那個咱們中國一個比較出名的綜合格鬥這個運動員叫李景亮給開除了，開除出 UFC 吧。他開除的理由非常有意思說李景亮直播带貨賣的都是一些3无產品。首先直播带貨這個就有反這個主辦方就是這個就他們這個組織UFC 的這個精神本來就不允許了，結果他帶貨賣的還都是一些3无產品，坑害消費者，有損這個 UFC 的形象，人家把他開除了。我也不知道這個視頻真假感覺像是真的。也就是你看我们咱們的消費者需要外國人來維護，你說這是什麼世道？消費者權益需要外國人來維護外國人看不過去了。我們的勞動者需要歐盟來維護，勞動者的權益需要歐盟維護嗎？歐盟據說歐盟有出台政策，要求這個對吧，賣到歐洲的這個商品你必須就是勞動者不能超過每周40小時工作，你還超過40小時的，你這個東西不能要。這個政策一出最近歐盟又抓緊了，據說河北很多這個廠家到點就下班，就關燈趕人，以滿足這個每周40小時的要求。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說為什麼我們消費者的權益，我們勞動者的權益需要外國人來保護呢？對吧？這些實際上也是導致消費者對電商平台現在意見越來越大，對這些所謂的購物節也是越來越不感冒，對吧？這幾方面原因導致了多因形成的。當然了，最主要還是錢包不夠鼓。正好這個昨天央行公布了這個10月份的社融數據，這個社融數據到底怎麼樣咱們先不說但是央行在周四破天荒，它很罕見，它一般的周五收盤以後，也就是下午3點以後它才公布，一般的都這樣。但是這一次它的周四它就公布，而且它公布這個社融數據之前还打了預防針，央行的這個
還發了專欄文章，意思就是告訴大家不要慌，那就說明这个数字啊，恐怕本来大家专家啊对这个10月社融数据就比较这个预期比較低嘛，就比較悲觀了，那恐怕這個公布出來的數啊比悲觀的還要悲觀，所以提前打個預防針啊。根據這個央行公布的數據啊，截至2025年10月底 ，M2 餘額335萬億，同比增長8.2%，增幅低於前9個月的8.4%。根據這個數據夠測算啊，10月底 M2 餘額環比減少0.25萬億。M2 餘額在2024年3月份突破300萬億，歷史上用了很多年。M2 在2013年3月首次突破100萬億，隨後經過82個月，2020年1月 M2 首次突破200萬億，經過50多個月 ，M2 在2024年3月份突破300萬億。那 M1 呢？央行從2025年1月開始調整了歷史數據，調整後啊，截至2025年10月底 ，M1 餘額112萬億。同比增長6.2%，增幅比9月底萎縮1個百分點。自從有這個 M1 數據以來啊，歷史上只有8次 M1 下降的情況。第一次就是2022年1月份，其餘7次就是從2024年4月到11月。那這一次又下降。根據測算啊，調整後數據看，10月份 M1 與 M2 剪刀差，就是 M1 減 M2 啊是負的2%，比9月底收窄，就是剪刀差這個口子啊收窄了。之前2024年9月是2022年10月以來最大的負差值，達到了負的10.1%。截至2025年10月底 ，M0 餘額13.55萬億，同比增長10.6%。這個最主要的是10月新增人民幣貸款2200億元，環比少增10700億，大大低於預期啊。10月社融新增8150億元，到10月底啊，社融存量437.7萬億，環比增加0.64萬億，繼續創新高。社融100萬億存量是2013年12月份，存量啊超過400萬億關口啊是2024年9月。10月份居民新增存款是負的13400億，前10月累計新增存款達到11.39萬億元，新增貸款是負的50億3600億啊，前10月累計新增貸款7396億元，什麼意思呢？10月份新增貸款是負的，這個大大出乎預料啊。那也就是無論是老百姓還是企業都不借錢。結合過往數據測算啊，前10月居民存貸比為15.4，比前9月擴大，高於去年同期的5.37，就是存貸比過大啊，就是存款存得太多，貸款少，叫存貸比啊擴大。數據顯示啊，2024年居民存款金額累計14.26萬億，是歷史第3高，存貸比5.24，是2008年以來最高，反映了居民的謹慎心態。根據數據夠1月15日發布的這個數字啊，居民存款增長起始於2018年，爆發於2022年；居民貸款快速增長起於2016年，高峰是2021年，於2024年大幅降低。你看啊，存款從2018年開始，大家開始存錢了，2022年達到一個高峰，就當年就新增將近18萬億存款，那現在還是在存啊。貸款呢，到了2021年就開始下降了，實際上2021年就是恆大暴雷啊，那以後居民貸款就開始下降了，然後這個2024年降得最狠，只有2.7萬億。正常的存貸比一般呢是在0到2之間波動，如果在這個範圍之外，實際上就說明了居民遇到了麻煩。如果經濟好轉，居民存貸比應該還會下降，也就是什麼意思呢？經濟越好越擴張，對吧？往上走的時候，大家根本就不存錢，玩命的去貸款，那存貸比就小啊。經濟越不好，就是像現在一樣的，大家玩命的存錢，根本就不去貸款，那存貸比就高嘛。存貸比越高，越說明經濟有問題。後續應該仍會看到信貸額度的擴張和存款金額的下降。該數據越高，說明居民可能因為一些困境而加大儲蓄，減少貸款，或者可能居民貸款沒有用的地方，所以要減少貸款。總之啊，這個10月社融數據啊，相當的讓人震驚啊。這個10月的社融增量8150億，比市場預期啊少了1/3，這個增速啊繼續回落。如果啊看它的結構啊，那企業和居民都不借錢，誰借錢呢？全靠政府發債在借錢，企業和居民幾乎躺平，民間融資需求持續低迷，對吧？咱們想通過發債來帶動民間投資，發現搞了1年啊，根本就帶不動，民間資本根本就不跟，大家就是存錢，所以說後續動力啊令人擔憂啊。
表現出來就是居民不花錢不买房，企業不擴张。这个大家深有体会的吧？大家把勒紧裤腰带，捂紧钱包，不花钱也不买房，你看，所以楼市低迷啊，房子卖不了，那个房子销量是不是一个月比一个月低啊？断崖式下跌，居民不花钱，你看人均这个国庆节、中秋节消费只有114啊，你看看这个双11是不是体现出居民不花钱？实体信贷罕见的负增长，居民短期贷款和长期贷款双大幅下滑。短期贷款一般的就是消費嘛，長期貸款就是買房，基本上就是這樣啊。實際上就是反映出消費和房地產雙信心不足，而企業呢更謹慎，企業的中長期貸款還在收縮，也就是企業是不願意擴產能的，也沒法擴產能了啊。即便拿到錢也不願意投資，普遍選擇保留實力。M1增速下降，關鍵指標啊 ，M1同比增速下降1個百分點 ，M2也有所回落 ，M1減 M2剪刀差再次擴大，說明這個資金的活性在下降啊，這錢又回銀行了，大家更願意存定期買理財，不願意留在活期賬戶裡，流動性收縮趨勢，就是玩命的存定期啊。現在很多啊銀行把5年期的直接砍掉了，就是現在很多銀行沒有5年期存款了，你現在存5年沒有，存3年，然後3年期的那個利息越來越低，為什麼呢？實際上反映出居民啊更願意把錢存銀行，存長期，越長越好，這已經說明這個錢它不流動，全淤到銀行去了。實際上反映出什麼呢？反映出政府啊還是想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對吧？想擴張信用，政府要舉債，要拉動投資，但是企業老百姓不跟，居民不貸款，企業不投資，經濟活力越來越弱。所以這個專家說啊，貨幣政策雖然還有一定的空間，但邊際效率已明顯下降，過度放鬆貨幣金融條件可能產生的一些負面效果也需要關注。也就是我們現在政府在寬信用沒用了，你再降息也沒用了，就是你怎麼刺激不了，反而負面呢恐怕更大。他說比如資金空轉、資本市場波動加大等。他說未來要繼續實施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把握好力度和節奏，保持對實體經濟的較強支持力度。當前物價低位運行是供需兩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促進物價合理回升也需要發揮宏觀政策的組合拳效應，保持政策取向一致性，要逐步轉變宏觀調控思路，從過去高度依賴投資的發展模式，更多轉向促消費、惠民生。供給端要着力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改善供給結構，推動低效、無效供給市場化出清。該破產的讓它破產了。你看，這就是10月的社融數據啊，貸款居然是負增長，這就說明韭菜玩命的在還按揭貸款，企業也不貸款，企業有錢也趕緊把貸款給還上。我們再看看啊，這個央行此前多份報告啊公布的中國居民存款餘額已經超過163萬億，人均儲蓄超過11萬元。這個數大家應該心裡有數啊，就是我們人均在銀行裡是存了11萬的人均。如果你們家一家4口的話，你要存了44萬或者存了50萬，你實際上你已經超過，對吧？平均水平了。一家4口存50萬，但是我們雖然有163萬億的存款，但這個存款分布極度不均吶。雖然人均是11萬啊，這個我們看到存款的家庭佔比分布，以家庭為單位啊，說100萬元以上的家庭佔 7.8%，50到100萬元的 11%，20到50萬元的 21%，10萬到20萬的是 18.5%，5到10萬元的是 16%，5萬元以下的是 24.6%，就是家庭存款啊，在10萬元以下的佔將近41%，一個家庭存款10萬元以下的41%，那20萬以下呢，就是這個家庭收入啊，這存款沒超過20萬的是佔60%，家庭存款低於5萬的這個也將近1/4人這個家庭，對吧？24.6%嘛，你說你讓他怎麼消費啊？他哪敢消費？這不他存款只有5萬，那5萬是防着生病、孩子上學，對吧？應急用的，這一個家庭才5萬塊錢存款，這也就是1/4的家庭，他怎麼會消費呢？這是央行的數據啊。然後你也在考慮他們還沒有退休金，也可能啊，他這個錢存下來還要養老，這農村家庭也是家庭啊，對吧？他們老了，才100塊錢一個月，100多，他敢花錢嗎？今天我看有媒體報道啊，說這個荔枝新聞報道啊，說江漢大學校招限月薪2000服務員。近日，湖北武漢有網友發帖稱啊，說江漢大學東西湖區2025年校園招聘
出現必勝客招聘10名服務員，月薪2000到3000元起。对此，江漢大學招生就業處工作人員回應荔枝新聞稱，是学校和区里一次合作招聘。首先，不能歧视任何工种；其次，该企业有校招和社招，服务员系社招。什么意思啊？又印错了啊！也是社招的跑到校招去了，资料拿錯了，这不是扯吗？前不久好像江西哪个大学也是校招吧，招那个擦边女主播，说明什么？说明工作难找，这个没必要不承認吶，就業難吶，你就業這麼難，你怎麼消費啊？有網友傳言啊，這就是傳言吶，說這個義烏啊，下周開始補稅，所有商家年銷售額500萬以內的小規模補1%，年銷售額500萬以上的補13%，跨境商家可以把發票開過來，跨境送外貿可以退稅，如果跨境商家不正規開發票，那麼一樣補稅13%。這個對吧？傳言是義烏啊，義烏會有這個政策馬上實行。如果義烏一實行，其實全國都一樣啊，很快對吧？都要收稅。這也就是為什麼啊，這個雙11電商啊，好像不溫不火，對吧？大家都不知道政策是啥呢，就是賣得多，到時候要補繳稅，這些很多企業恐怕要破產。你看現在明顯徵稅啊，越來越嚴了。這個義烏的這個小商品，他那都沒有票的，沒有發票，對吧？都是對外的，那個稅恐怕是個大問題的吧？也收不到什麼稅，現在也得補稅。你再想一想啊，這個咱們居民對外投資，比如說買美股啊，美國的理財產品，現在也要補稅，對吧？再徵稅了，那說明什麼？這就是惡性循環，對吧？政府這邊沒錢要徵稅，你一徵稅，很多企業它恐怕有的就幹不下去了，有的還要補很多稅，那它更就沒法消費，雪上加霜吧，叫恐怖螺旋呢，越渴越吃鹽。實際上這就是啊雙11不溫不火的主要原因。這些央行的數據，對吧？還有其他的一些數據啊和現象啊，跟雙11這個數據互相驗證，對吧？說明現在形勢確實嚴峻，就是大家不願意花錢，大家沒錢花，大家還是存款吧，就說明這個問題啊。最近在網上刷單，對吧？刷這個視頻，你會經常刷到短視頻，那個外賣小哥說沒單子了，也不知道為啥，說這個外賣訂單突然都下降，以前一天能跑300的，現在一天能跑個100多。網約車司機也吐槽，是吧？沒有訂單，這都是啊消費不旺。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